大家好啊，我係蔡錦濤。今日我好高興同大家去分享我最新出版嘅書《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反思，在危機時代踐行使命》。呢本書主要係查考以斯拉記同埋尼希米記，沿着歷史嘅足跡，探索神對佢子民嘅呼召，以及呢啲信息對我哋今日嘅啟示。呢兩卷書雖然係位列喺舊約歷史書嘅末端，但係充滿住生命力，提醒我哋即使喺困境之中，亦都可以以神嘅話語成為生命嘅方向，不被利慾或者困境所左右。喺呢本書嘅寫作過程之中，我特別留意一啲好似好枯燥嘅經文，例如家譜啦，同埋信函。佢係喺背後所隱藏住嗰個嘅深刻嘅意義。透過細心嘅研讀，我發現呢啲文字描述咗神嘅計劃點樣喺歷史嘅洪流之中嚟到去彰顯，而一讓我哋睇到信仰群體點樣喺社會轉變同埋危機之中重建信仰生命嘅意象。本書唔單止係一本純粹嘅注釋書，而係將學術研究同埋靈修反思結合，每一章分為經文分析同埋反省，幫助讀者去理解經文嘅歷史背景，並且思考點樣喺現代嘅生活裏邊嚟到去實踐神嘅呼召。書中亦都附有尼希米時代裏邊耶路撒冷城牆嗰個嘅考古研究，讓經文嘅背景更加立體清晰。點解要讀呢一本書呢？因為歷史話俾我哋聽，無論係所羅巴伯、以斯拉或者係尼希米，佢哋面對住各種嘅挑戰，佢係憑住信心前行，完成神所託付嘅使命。喺今日呢一個充滿住不確定嘅世界裏邊，佢哋嘅榜樣提醒我哋，即使身處喺危機之中，亦都能夠去持守信仰，踐行使命。如果你希望更加深入去理解聖經歷史書嘅智慧，並且喺信仰生活之中揾到啟發，我好至誠咁邀請你嚟到翻開呢本書，一齊去走進以斯拉記同埋尼希米記嘅世界，感受佢哋跨越時代嗰個嘅力量同埋祝福。期待呢一本書成為你喺任何境況之中持守信仰、實踐使命嘅鼓舞。